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2篇，但以理书第9章15节到19节，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进入安息。今天是感恩节，先感谢上帝的保守恩典，谢谢大家过去的关心带祷，也谢谢大家为三峡教会建筑的工程、教会的发展，并为我们建筑所需的带祷跟奉献。祝福兄姐们有个蒙福新的一年。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预知将来，即便是明天也没有办法，只有能够依靠上帝，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。以色列人呢，一向以来就是靠着上帝的带领跟保守，才能够脱离凶恶，进入应许。但以理书第9章15节到19节，但以理他就以出埃及的经验来恳求上帝赐下怜悯跟保守，让他们的被掳啦，或是被毁坏的圣殿呢，得以再一次的被建立。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你曾显示大能，领你的子民出埃及，你的名声至今流传，我们却作恶犯罪。你从前拯救我们，现在请你不要向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发怒。由于我们所犯的罪和祖先所做的恶，邻国的人都轻蔑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。所以我们的上帝啊，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祈求和祷告，为使人知道你是上帝。求你光照，再眷顾你那被毁坏的圣殿。上帝啊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，求你关怀我们以及属你名下的城所受的灾难。我们向你恳求，不是凭着自己的义行，而是凭了你的大怜悯。主啊，求你垂听，主啊，求你宽恕，求你垂听并施行拯救。我的上帝啊，为使人知道你是上帝，求你不要单言，因为这座城是你的城，这些人是你的人民。圣殿是人敬拜上帝的地方，是人与上帝建立关系的地方，是万民祷告敬拜的处所，也是支取上帝赐福以及安息的地方。因此能够重建恢复耶路撒冷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代表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的重新建立，并且能够再一次的领受主所赐的安息。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你们当中的冲突争吵是哪里来的呢？是你们当中征战者的欲望来的。你们要抓要取，得不到就杀人。你们极度贪婪，得不到就争就取。你们得不到所要的，因为你们没有向上帝求。你们当中的冲突争吵是从哪里来呢？是从你们当中征战的欲望来的。你们要抓要取，得不到就杀人。你们极度贪婪，得不到手就争就斗。你们得不到所要的，是因为你们没有向上帝求。你们求仍然得不到，是因为你们的动机不好。你们所求的不过是要挥霍享乐而已。你们这般不忠不信的人啊，难道不晓得跟世界做朋友就是敌对上帝吗？谁要跟世界做朋友，
谁就是上帝的敌人。圣经上说，上帝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有强烈的欲望。你们以为这话没有意思吗？然而上帝所赐的恩典更为丰富，正如圣经所说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赐恩典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顺服上帝，要抵抗魔鬼，魔鬼就会逃避。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伪善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悲伤、哀痛、哭泣，要把欢笑变为哭泣，喜乐变为悲愁。要靠主，在主的面前谦卑，他就提升你们。当然我们知道，更重要的是人要先归回跟上帝，要洁净自己的心，要再次进入他的圣殿圣所，来领受他所赐福的安息。诗篇122篇。有人对我说，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，那时我多么兴奋。现在我们来到这里，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内。耶路撒冷是一座重建的城，既整齐又和谐。各支族，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，都来到这里，照着上主的命令向他献感谢。这里有伸张正义的宝座，大卫王的后代在这里审判人民。我要耶路撒冷求和平，愿爱你的人都兴旺，愿你的城里有和平，愿你的宫里有安全。为着我的亲友，我向耶路撒冷说，愿你平安。为着上主我们上帝的殿宇，我要为你祈求幸福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的应许，让我们在困境当中能够随时的回转，进入至圣所来与主亲近，在主的怀中领受属天的安息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